续来看云林北港甲部的工艺师周秀慧，以甲部的工艺展现着台湾的风景甲信仰文化，日前嘛以新疆体位得到国际肯定。这天周秀慧带领着学员用30件作品来展现着甲部的工艺。 用有力手艺展现台湾传统文化，甲部工艺师周秀慧进前用新疆体会得到国际肯定。周秀慧嘛，伫咧最近完成北港礼炮，展现北港娘妈祖的精彩，后面将看到台湾美丽传统文化。美国那边的评审他们也很认可我们的在地文化、在地的艺术，所以他给我们很高的评价。伫这边的展览嘛，展览出甲部学员精彩的作品，每一把作品拢是学员一针一线用心制作，嘛利用多彩的甲部工艺来讲出精彩的故事。活灵活现，然后得到我们国外这样子的一个认可，这真的是用艺术文化把我们台湾之美给呈现出来。 这边的展览到11月24，欢迎乡亲同齐来到北港文化中心感受甲部工艺水。Hello， 我是庄慧琪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